我哋今日咧繼續有 Raymond Sir 咧同我哋講下唔同嘅直資私立小學。今次咧我哋繼續講英華小學。其實 Raymond Sir 咧上年咧已經同我哋講過呢個英華小學嘅呢個 series 噶啦。不過咧今年咧我哋而家10月份咧啱啱英華小學咧其實完咗第一輪面試，已經出咗放榜啦。咁 Raymond Sir 話仲有啲新嘅嘢咧，佢係今年見到嘅，想補充翻嘅。好啦，Raymond Sir，我想問下，依間學校咧？聽講今年有好大嘅轉變喎，不論係校長嘅一啲問題啊、一啲説話、一啲 interview 嘅模式啊、題型啊等等，都有唔少嘅一啲改變。最可以見到嘅一啲改變咧，其實係好多家長咧去講翻咧，哇，其實面試嘅模式由本身可能3輪咧，已經變成唔係3輪嘅咯。Raymond Sir 有冇啲咩 tips 可以俾我哋嘅家長？好，咁啊，今年嘅面試咧，就喺呢個7月嗰陣時嘅簡介會已經講咗啦，就話咧係由3輪改咗2輪，咁啊所以咧就過往頭2輪咧，第一輪咧係小組啦，第二輪咧就係小組學生見校長，做閱讀做啲 task，咁跟住第3輪咧就全家見校長，就跟住再做一個2分鐘嘅表演咁樣啦。咁啊改為第一輪小組，中間嗰輪 cut 咗，第3輪咧嗰個小組表演2分鐘嗰個咧就 retain 翻嘅。咁至於小朋友咧，第一輪咧就要帶翻書啦，因為過往係第2輪先要帶書嘅啫。咁而家第一輪咧就要帶書中英文書，咁所以佢所以其中第一輪嘅其中一啲面試內容咧就係要朗讀你自己帶嗰本中英文書，佢會指定某一頁中文書、英文書叫你朗讀出嚟嘅，但係唔會問問題。咁就至於就第3輪咧就會 keep 翻過往 final 嗰輪嗰個模式啦。咁就父母同個小朋友就一齊入去見校長，咁就側邊咧就會可能有副校同埋有個或者有個主任喺度咧，就 mark 分佢哋就唔講嘢嘅，咁就會小朋友同家長就做嗰2分鐘嘢啦，嗰個叫做個人嘅表演啦。咁跟住咧就校長會再問翻嗰啲關於嗰個表演嘅問題啦，咁再會問多3-4條同教養上面嘅問題。校長問嘅問題都算尖鋭嘅，係啦。咁例如有啲父母年紀比較大啦，會問佢：點解唔會再唔生多個咁樣？其實都係呢啲會有少少可能有啲尷尬位咁啦，係啦。咁又或者咧就有一啲問題啦，問家長，即係會問完爸爸，跟住就問阿媽，跟住再問細路，跟住就再問翻爸。試過有個 case 咧，就俾校長就問翻轉頭，咁即係話你即係問完一堆問題，咁即係話，咁即係你認為你太太係 perfect 噶啦，完美噶啦，咁但係人係冇 perfect 嘅喎，咁你點講咧？即係你呢啲係好難去兜翻轉頭嘅，所以其實答嘢嗰時係要好小心係咯。明白。咁除咗校長嘅問題比較尖鋭多少少之外，其實我想問，因為 Raymond Sir 點解本身佢係會由3輪變成2輪？係老師想做少啲嘢啊，還是佢嘅報名人數少咗啊？定還是咩原因嘅咧？你覺得？報名人數其實係冇少到嘅，只不過咧就係佢哋覺得係喺佢哋想將成個面試嘅時間流程咧簡化啲，因為其實好似舊年咁樣啦，3輪啦。咁其實校長係喺10月幾11月開始就因為其實往往都係咧9月尾10月頭啦，國慶嗰啲時間前後咧就會 release 第一輪嘅 results 嘅。咁跟住咧就第2輪咧就會大約10月尾11月頭開始啊。但係因為咧你第2輪都會 shortlist 700個到啊，其實。咁仲要6個見，咁其實你諗下校長佢即係佢又冇話一個 fixed period 話第2輪要幾時見晒咁樣，所以舊年其實第2輪咧其實係 in 到去12月尾 something like that 係 before Christmas 嗰陣時，跟住第3輪咧就喺即係聖誕節前後咧 in 到去過完農曆年嘅，其實咁所以其實咧呢個等候嘅時間真係好長。咁所以佢今年咧就以我所知咧，就因為已經有學生係已經報咗起啦，有第二輪啦。
咁我哋嘅學生係橫跨10、11、12、1月嘅去到嘅，其實。明白。所以其實咧，由第一輪面試去放咗榜，去到第二輪面試，其實仲有好幾個月嘅時間，小朋友佢係要 focus 去準備第二輪嘅面試。我想問多少少嘅就係，啱啱我哋見到英華小學佢由3輪變成2輪，咁啱啱講到話就係第一輪面試咧，其實個個都有份嘅，咁個整體報名人數冇變到啦。咁佢大概揀7、8個，係咪7、8個去第二輪面試？對比於以往，其實每一個小朋友佢可以 perform 嘅時間係咪相對少咗咧？我又唔覺得係啊，不過咁樣啦，因為你將其實咧你以往頭2輪咧就即係第二輪其實要見校長嘅，不過就好快靚正咁啦佢哋啦，咁就只不過就係話6個人你帶本書去講，咁跟住就一組人5、6個都係10零分鐘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就你將個1、2 round combine 埋咧。其實咧就第二 round 有一啲嘢就唔做咯，即係等於過往第二 round 可能你要做一啲，因為校長可能問緊A 同學咁啊，叫佢讀本書咁樣咁嘅B C D E F 咁唔係喺度可能要做一啲找不同嘅工作紙找錯處啊咁舊年有一啲要睇電視砌嘢啊，同埋揾一個 odd one out 啊，即係話呢度有幾樣嘢，咁有邊個唔相同，咁呢2樣嘢咪唔做咯。咁即係話第一輪嗰啲可能認字啊、數學啊、情景題啊、常識啊嗰啲 keep 翻嘅。咁但係過往第二輪嘅睇書咧，咁都叫你帶2本即係話一中一英咁啦。咁佢問晒嘅，佢會問晒。兩本書叫佢唔係問佢叫你讀1、2頁出嚟咁咯，咁跟住就但係唔問嘢嘅，咁所以其實就簡化咗咯，將成個過程其實係。明白。咁我想問下，對於學術嘅要求有冇減少咗咧？還是因為我啱啱咧，其實同阿 Miss Fong 咧去傾過唔同嘅小學咧，其實去有啲小學咧，的確學術嗰方面咧，去減少咗嘅，反而重視多咗 soft skills 嘅。咁英華小學依間 Raymond Sir， 你覺得今日譬如而家10月份啦，第一輪面試已經過咗啦，未進行第二輪面試嘅，你覺得佢嘅學術方面嘅一啲考核會唔會減少咧？同過往冇乜點變，個程度差唔多咯，係啊，因為佢啲中文點都係深嘅，一定係噶啦。咁所以我成日都鼓勵啲家長，你想入英華呢類型嘅學校咧，其實入好多學校都係。嗰個中文嘅根基係唔可以忽略嘅，其實嘅係嘛，咁亦都有少少英文咁數學都係啲一般嘢㗎啦，咁但係就唔係一啲睇橫式直式嗰啲咁樣，可能係一啲聆聽題理解完跟住要答翻出嚟，都係好似舊年咁樣就有要睇一個 chart 咁樣，跟住幾隻動物賽跑咁樣，跟住佢問呢一隻動物快過另外一隻動物幾多格咁樣跟住2隻動物可能要同一時間過終點，佢哋 total 要行幾多格咁樣，即係佢哋邊隻同邊隻佢哋個速度係一樣咁樣，咁佢哋會問呢啲嘢咯，理解咯，一啲聆聽理解要好留心咯，係咯。但係深淺係冇乜點變到嘅，不過入到去呢啲學校，個個都係精英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學校都要個小朋友本身真係要有一個好好嘅學習動機去應付一啲小學嘅課程嘅。明白。好啦 Raymond Sir， 咁我哋啱啱完咗第一輪面試啦，我哋見到好多嘅改變啦。咁嚟緊咧會陸陸續續進行第二輪面試嘅，10月一直玩到去出年嘅1月份。Raymond Sir 有冇啲咩 tips 可以俾我哋嚟緊？即係過咗第一輪面試啦，嚟緊準備進行第二輪面試嘅英華小學嘅考生嘅一啲家長。好，咁就嗱，之前咧就過往咧就校長都好 emphasize 呢個 PhD 啦、parenting habits 同埋 delight of learning，即係係啦，咁嗰個 PhD 家教啦、習慣啦，同埋呢個點樣熱愛學習。咁呢個係我上個 video 我曾經講過嘅。咁我都想再我其實今年我4月咧我就去過校長一個新書嘅發佈會度啦。咁我都
同佢傾咗幾句啦，咁都領略到咧，就係話呢個校長佢係真係好着重家庭教育去揀一個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取錄學生最重要嗰幾個因素咧，佢就係都講到都係好清楚嘅，就係話佢哋係取錄一個家庭，唔係取錄一個學生。所以佢點解喺第二輪咧，即係我哋嘅 final 咧，而家呢個 final 咧，佢咁着重家長同小朋友之間嘅互動啦，咁所以佢係取錄一個家庭。咁咧，佢係需要一個小朋友咧係有一個卓越嘅表達能力同埋閱讀習慣啦，係啦，呢個第二點啦。咁咧佢呢個所謂嗰個2分鐘嘅表演咧，其實咧佢係想你展示呢個家庭教育嘅理念，佢係想透過呢啲嘢睇下你係咪真係肯花時間用心機去栽培個小朋友。咁因為個2分鐘嘅咧係家長同埋個小朋友都要 participate 嘅，咁佢就係想睇下呢樣嘢啊，家長同小朋友中間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嘅 collaboration 咧，有一個好嘅 bonding 咧？因為呢樣嘢如果你冇 bonding 嘅話，你呢啲嘢就算有平時你可能你最後你 rehearsal 咁係做唔到啊呢樣嘢。咁所以佢好睇家長同小朋友之間嘅 bonding 啦，佢會睇你嘅家教啦，係啦，跟住同啲問題咁冇得嘅，都係例如曾經試過舊年有一個入咗嘅咁問就係話你屋企有細佬喎，咁你會幫阿媽做乜嘢啊？咁我會幫阿媽整奶樽啊餵奶，咁佢會問佢點樣開奶，即係你冇得㗎呢啲嘢㗎。例如我中意整嘢食，咁佢會問你一啲問題，點樣？你覺得炒蘑菇嗰個程序係點啊？要落乜嘢啊？即係可能咁樣講炒，使唔使落蒜頭啊？使唔使落油啊？點解要落油？即係佢會問一啲咁樣嘅嘢咯，會係咯。咁所以其實有好多生活上面嘅習慣係要多啲去pass 俾小朋友啊。即係之前試過有一啲學生，佢就同我講話，佢連廚房都冇入過，因為咧平時係工人姐姐煮飯。咁佢連廚房好多知識都唔識，咁其實呢樣嘢唔好啊，因為佢一問就會問好多生活常識上面嘅嘢，咁所以呢樣嘢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嘅，係啦。明白。嗱，咁至於都有另外值得一提啦。咁今年咧佢嗰個final round 咁補充資料嗰個就可以 upload 同過往一樣 upload 一個8頁嘅 portfolio，即係或者 A4 你 hard copy 就雙面啦，4張咁樣。咁但係今年個 requirement 有少少轉咗啊，因為佢係咧嗰8頁係包埋個成績表啊，會係啊。即係如果你 upload 嘅話，佢只係得一個地方俾你 upload 嘢嘅咧。咁嗰個 upload 嗰個嘢咧，即係嗰個 portfolio 咧係要包埋，即係你其實 combine 啦，就包括埋成績表。咁你都知㗎啦，有啲學校啲成績表可能好多頁嘅，咁你可能即係最近嘅成績表，如果冇就唔使搞啦，好嘅，有就一定要搞啦，好嘅係啦，咁就。佢所以咧，你過往咧嗰個8頁咧係唔包成績表，而家包埋成績表嘅話咧，即係話你如果你想 update 啲獎項啊、證書啊嘅嘢，咁你變咗會少咗嘅，因為以前係如果你多嘢嘅話，你可以8頁做足嘅，而家就應該就唔得啦，而家就因為8頁係 inclusive of 嗰個 report card 嘅。明白。我想問一問 Raymond Sir， 你嘅建議即係。佢話8頁嘅 portfolio 包埋成績表，成績表佢有冇話限係最新啦，還是係攞嚟最好嘅都？即係有冇話要攞邊出？一定係最新嘅，好嘅，佢一定係最新嘅，好嘅。咁你話佢一定係最新嘅，即係例如可能但係你問我嘅而家先至係，咁你睇下你幾時見咯？如果你10月尾見嗰啲，咁應該冇咁快有 KV 最新嘅成績表，但係可能。1月見嗰一紮小朋友咧，係有機會可能會攞到即係比較遲少少見嗰啲。我唔記得佢有冇限時嘅，但係如果比較遲少少見嗰啲係有機會可以upload 最新嗰張成績表。有可能嘅，因為咧你7月先至遞 application 啦，咁通常啲學校就未必7月就會放暑假啊嘛，咁可能。你 K2 下學期嗰張成績表，你要差唔多成7月尾先收到，咁你到時你入咗第2輪嗰個，咁咪
最少都要 upload K2 最新嗰張成績表咯。即係除非你間學校好早放暑假，即係你可能六月幾嗰啲，但係我諗好少嗰啲應該係。明白。係啦，啱啱我哋見到啦 Raymond Sir 都講過，今年咧其實英華小學咧佢嘅變化都好大啦，不論係個面試模式啊，同埋佢校長，即係佢擺好多嘅 focus 咧喺揀一個家庭，唔係一個小朋友咯。所以無論你嘅小朋友答得幾好都好咧，其實去到最後咧，佢都係好睇重家庭教育呢一方面嘅。咁所以不論係佢嘅考核模式係要同全家做一個 presentation 啦，還是佢會問一啲家長好尖銳嘅一啲教育問題咧，其實呢啲都係需要花好大量嘅時間去準備。咁呢方面咧，其實咧 Raymond Sir 係有提供一啲嘅服務嘅。咁如果家長需要即係相關嘅 consultation 啊，或者一啲嘅 service 咧，你可以上 kidomi.hk 咧聯絡我哋，咁我哋咧就可以睇下我哋有咩可以Raymond Sir 可以提供翻俾咁多位家長咯。